桃园一个查甫人半暝行伫咧人行道，煞互涂骹的电缆线肩绊倒受伤，也防震断出脑震荡，造成意外是桃园市警察局的天罗地网监视器系统由中华电信负责维护。即届发生事故，中华电信强调有甲这线路线走，也协助伤者。那警方表示讲会依照合约来追究责任。爱放大搁放大，竟然发现乌线细几啊连搭伫涂骹，道人无注意被夹到。这两边有没有？它是比较醒目的，然后中间完全看不出来有线。周先生安尼一只头前起断去，嘴片、骹手受伤，有脑震荡症候群。意外就发生伫自查透早3点外，外桃园警局中道路无固定，落地人行道引起事故。灯光比较暗呢，就被绊倒，是人整个飞出去啊，也没有用手挡，整个脸就着地。出代志网络线路是桃园市警局天罗地网监视器系统由中华电信维护。即摆害人受伤，中华电信回息的用文字回应，原本线路是大地涂骹，毋过配合人行道的工程，责任是向明线来施作。也讲伫顶个月铺设完成了，拢固定。来到事故现场，缆线已被暂时撤除，但线路连接的是警局等单位的监视设备，作为路口监控使用。如今部分监视器无法运作，就怕会有治安隐忧。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那市府也完全在横向串联上没有做一个整合，所以导致说完全没有做改善。警察局的这个部分完全没有要负责处理。原来这种状况毋是第一摆发生，有议员质疑市府相关局处无善尽督导责任，做好防护警示措施。即摆个发生事故，也协助伤者求偿。警局刚才表示，后续会照合约纠正。除了可以跟有过失的承包商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之外，如果也属于公共设施的管理或是设置有欠缺的情况，向这个管理机关主张国家赔偿责任。有律师分析，若当事人提告，若中华电信可能牵涉刑民事责任，也提起国赔求偿。记者综合报道。